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梨山出产的水蜜桃，马质真幼，阁厚汁，平均的甜度13度。也毋过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销路无介好。当地和平区公所专工到台中一间超市来办促销，要甲梨山的水蜜桃介绍给大家。 要是前10名的朋友呢，都可以在我的左手边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伴手礼。卖规日放送，招民众来买来自梨山的水蜜桃，为了要行销，和平区公所这日刚专到台中一间超市办推广的活动。农民用心的一个照顾，其实它的整个水平还是算不错的。梨山的水蜜桃栽培面积差不多有462公顷，肉又阁厚汁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游客无要出门，销量普遍减2成，所以讲专工落山来行销。我们想说把这个东西好的东西把它摘下来，然后让民众能够直接去采购这样。这些都是农友精挑细选。对，都把最好的挑下山这样。 和平区公所强调讲，今年水蜜桃的品质普遍甜度拢有13度以上，除了有真侪实体超市有伫卖以外，网络嘛有，邀请乡亲做来享受这个好滋味。